當場大王尹柏權又再一次出事啦！事發喺半山羅便臣道一座叫匯翠苑嘅豪宅，一個高層單位突然着火，消防員衝上去灌救咗大半個鐘先至撲熄。火場入邊救出一男兩女，3個人全部昏迷送院，其中一名31歲姓魏嘅女子當晚搶救無效，證實不治。另外2個傷者情況危殆。而嗰個64歲姓尹嘅戶主，根據多間媒體嘅報道，正就係呢個湯場大王尹柏權嘅本人。截至目前為止，尹柏權本人仍然喺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昏迷危殆，病房門口仲有軍裝警員睇住。更加耐人尋味嘅就係消防衝入去嗰陣，發現門口俾一張大嘅梳化頂住，就連走廊門口同埋主人房門口都反鎖晒。最關鍵嘅就係警方喺單位入邊搜到所謂冰壺，即係懷疑吸毒嘅工具，仲有打火機器樽。警方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，已經將呢一單案件交咗俾中區重案組接手。換句話說，呢一場火背後係有古怪。尹柏權究竟佢嘅人生點解會搞到一鑊泡呢？大家好，我係嘉里，等我同你由頭講起。劏場呢個概念其實同劏房係同一個邏輯，簡單嚟講就拆分成為4部曲。劏房即係將一啲正常嘅單位分成幾間，就連轉身都好困難嘅房，然之後逐間租出去。而劏場嘅第一步，正就係將一啲正常嘅大商場喺度斬件、間細、間成幾十間，甚至乎幾百間，面積得嗰幾十尺嘅蚊型鋪。呢啲鋪位細到就連企個人入去都好困難，根本好難有一啲實際嘅商業價值。但係重點就唔係呢度，重點就係突然之間，好多做咗好多年嘅打工仔、師奶、退休人士都覺得自己係可以負擔得起，可以做業主收租。第二步就係利用資訊嘅不對稱去包裝行銷。呢一啲鋪位開售嗰陣，發展商就會俾極高嘅佣金，揾地產代理做獨家推銷。咁究竟邊幾間地產代理呢？唔使開名，大家都心裏有數。呢一啲嘅代理呢，就會報喜不報憂，喺度瘋狂 sell 幾個賣點，譬如話黃金地段，保證回報，人流極旺，仲會俾一啲好靚嘅概念圖你睇，營造到一種蘇州過後冇艇搭嘅氣氛。但係同一時間，佢哋絕對唔會主動同你提起，或者去到現場咁樣入去睇，究竟個入口有幾窄，扶手電梯有幾隱蔽。因為個發展商要盡可能留多啲空間，將最值錢嘅地鋪咧就最貴價錢賣出去。第三步就係小業主收鋪嘅時候，先至發現自己中咗伏，成個商場好似迷宮咁樣，根本就做唔到生意。到時候想追究代理或者大業主已經係太遲，因為合約上面通常會寫到明，買家已經係完全了解物業嘅現況。第四步亦都係最後一步，項目日後嘅死活完全由小業主去孭。當發展商過咗保證回報期，租客流失，留低咗一班接火棒嘅小業主欲哭無淚，但係佢哋依然要無了期咁樣去白交一啲管理費俾發展商嘅關聯公司。呢啲發展商就係靠住斬件呢一個動作，將中間嘅差額變成利潤袋落袋。佢哋根本就唔打算長揸，亦都唔打算幫個商場長遠提升價值。只要湯完賣晒啲單位，發展商就會將豐厚利潤袋落袋。而尹柏權就係玩呢一套玩到最出色嘅嗰一個，佢嘅出身係一啲都唔簡單。尹柏權喺香港中文大學攞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之後，仲喺澳洲同埋香港大學讀過唔少嘅學科。佢仲有一啲慈善團體嘅銜頭。表面上去睇就係一個高學歷、有商業頭腦、又熱心公益嘅人。佢做湯場最早要數到去90年代，當時就拆售過天水圍嘉湖商場，之後又拆售銅鑼灣嘅銅鑼廣場同埋深水埗嘅深之都。不過真正令佢封神嘅就係鋪市最旺嘅嗰一年，佢連環出手搞咗3個最經典嘅代表作。第一個就係荃灣嘅地王廣場，佢用咗大約4億1千萬買入，然之後短短2個月之內將個場劏成230間細鋪，每間鋪位由60幾尺去到170幾尺，叫價由230幾萬去到700幾萬。
結果開賣第一日已經賣咗90成，連同相關人士套現接近9億，帳面上面淨賺接近5億。第二個同樣係荃灣嘅全立方，佢用4億8500萬買入，湯城大約206個鋪位，入場費低到去90幾萬，去到150萬不等。結果短短1個星期之內賣清，套現大約5億5千萬。第三個就係尖沙咀嘅首都廣場，佢用19億8千萬買入百樂酒店基座叫做 DNA 嘅商場，改名為首都廣場，湯城700幾個鋪位，最細實用面積只係得返20幾尺，前後套現咗30億，帳面係大賺超過10億元。你就咁計下條數，單係呢3個湯場，帳面上面佢就賺咗大約15至到20億。湯場大王呢個名就係咁樣得返嚟。不過呢，大家都知道凡事都有兩面，尹柏權賺到20億嘅另一邊，即係意味住有一大班人喺度輸緊錢。我哋要明白湯場真正嘅問題喺邊度。尹柏權賣俾你嘅附帶一個好靚嘅故事，而呢啲故事通常就係包含2個元素。第一個元素就叫做租金回報保證，通常就保證頭2年每年俾翻大約5厘回報，等你覺得買咗就即刻有錢收。第二樣嘢就係各式各樣關於人流嘅美好想像，譬如話呢個商場將來會喺行人天橋去接駁，將來會好旺場，甚至乎會用一啲廣告嘅模擬圖，將個商場正門畫到面向大街，畫到好冠冕堂皇，俾人一種四通八達、極度吸客嘅感覺。就以深水埗嘅深之都為例子，當年佢賣樓花嘅時候，廣告嘅模擬圖係刻意將個商場正門畫到去面向長沙灣道大街，但係小業主真金白銀俾晒錢收樓嗰陣，先至發現個正門其實係俾大廈嘅一條主力柱遮住，闊度只係得大約1米半嘅極窄入口，從外面望入去就好似一個唐樓或者住宅嘅樓梯口，多過似一個商場。等到班業主發現自己個鋪位就連街客都揾唔到路入去嘅時候，根本就做唔到生意。佢哋想去追究代理同埋發展商，對方就係拋出一句圖片只供參考，又或者講到合約已經寫明，最終圖則以政府批核為準，將啲責任推得一乾二淨。另外一個荃灣嘅商場叫做地王廣場，其中一個業主就喺訪問入邊曾經講到，當年經紀拍心口咁講，當個場將來係會有行人天橋接駁去大旺人流，保證頭2年5厘回報。結果佢接手之後先至發現個鋪位實用面積得返42尺，接駁行人天橋由頭到尾都係冇出現嘅，就連電錶都要佢自己俾錢安裝。一班業主覺得俾人呃咗，曾經一齊上發展商嘅辦公室抗議，但係一啲用都冇。呢個就係湯場最陰濕嘅地方。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個場必然就係死㗎啦，租金回報保證只係喺有限時期之內維持住一個美好嘅假象。個保證期一過，租客一走，你就要面對最殘酷嘅現實，你嗰間鋪根本就好難租得出，亦都賣唔走，逐漸個場就會人流稀疏，就變成大家所講嘅死場。而呢一啲死場最麻煩嘅地方就係呢一類型非上市嘅私人投資項目，流動性係極低。呢一班業主想跳船止蝕，根本就好難揾到下一手接手，基本上只係肉隨砧板上，亦都出現好多大幅度蝕讓嘅個案。就以尹柏權嘅首都廣場為例子，2樓一個鋪位，建築面積大約74尺，而且係靠近扶手電梯，位置都唔算差。呢個鋪嘅原業主當年用咗396萬買入，結果11年之後，呢個鋪位最終嘅沽出價錢係10萬蚊。你冇聽錯，係10萬蚊，蝕咗足足97%，創咗當年商場最大嘅蝕讓紀錄。然之後再講銅鑼灣嘅銅鑼廣場，有一個業主當年用咗大約186萬買入嘅鋪位，去到近年只能夠用8萬蚊賣出去，貶值幅度亦都達到96%。呢一啲數字嘅背後係一個又一個普通家庭，又或者打工仔嘅血汗錢。你當年信咗業主夢，以為收咗租嘅鋪位每個月都有錢收，結果換嚟嘅就係一文不值，想斷捨離都唔知賣俾邊個負資產，一將功成萬骨灰。而賺咗20億嘅尹柏權，後來都唔係一直風光落去，事實就係潮退之後，佢自己亦都要蝕讓鋪位，
近呢幾年香港零售市道轉差，自由行退潮，成個湯場神話徹底破滅。就連尹柏權本人都要不斷去蝕讓一啲物業套現，其中佢透過旗下嘅一間公司，用6380萬沽出旺角西洋菜南街一個地鋪。呢個鋪位當年佢用咗成1億3800萬買入，揸足16年，帳面係蝕咗7420萬，貶值幅度係超過50%。啲財富崩壞嘅同時，而佢嘅個人生活亦都一早出現咗裂痕。幾年之前喺尹柏權名下嘅一個跑馬地禮頓山豪宅單位，有一名27歲做室內設計師嘅女子從高處墮樓身亡。而呢名女子係尹柏權當時嘅同居女友。警方想去調查嗰陣，尹柏權身上面同埋單位入邊搜到微量嘅可卡因同埋吸毒工具。尹柏權之後承認咗吸毒同埋管有吸毒器具兩項罪名。喺庭上面為咗將個刑罰減到最輕，律師為佢求情，亦都不惜去揭開一啲鮮為人知嘅秘密。律師講到尹柏權早年發現太太同一個髮型師有不尋常嘅關係而離婚，而後來為咗等到太太攞到加拿大嘅居留權，佢同太太復婚，仲要俾錢買一間屋俾佢。點知之後佢又發現太太同一個酒店廚師發展不倫關係，佢個仔受到呢件事影響，打擊好大。一度自殘去到重傷。律師又講到尹柏權喺呢一種巨大嘅家庭壓力底下，先沾上咗可卡因。最終法庭就判咗佢15個月嘅感化令，期間嚴禁接觸毒品，要定期驗尿同埋接受戒毒嘅療程。當時已經有唔少人講到，法律面前果然就真係人人平等。但係嗰一次可能已經係佢人生入邊最後嘅機會。你會見到禮頓山嘅案件已經唔係佢第一次同毒品扯上咗關係。去到今日喺半山匯翠苑嘅火場入邊，警方又再一次搜到懷疑吸毒嘅工具。有錢或許就可以買到所謂嘅最後機會，但係毒品同埋人生嘅問題唔會因為你有錢而放過你。尹柏權嘅家庭破碎，事業後期又喺度蝕讓，而家又搞到自己同埋身邊嘅女人一死兩危殆。好似人生輪迴，行返去人間地獄，歷史彷彿喺度兜咗一個圈之後，又返返去同一個原點。今次嘅火警消防調動咗9架消防車、7架救護車，動用煙霧隊入火場灌救，當時疏散咗大約50名嘅住戶。睇返尹柏權嘅經歷，都有一個令人心寒嘅 pattern， 就係佢每一次玩火，佢身邊都唔止佢一個人受傷。而每一次都有女性傷亡，而今次亦都連累咗好多嘅街坊住戶。睇翻佢嘅履歷，佢係一個極之精明嘅人，高學歷，識計數，識得講故事，識得捕捉人性嘅貪婪。但係呢一種嘅性格喺唔同嘅場景就會出現咗唔同嘅結果。最近大家都睇到有唔少嘅新聞，譬如話樂豐集團創辦人周沛然燒炭身亡，海絲餅店老闆蕭偉堅墮樓不治。湯場大王尹柏權而家吸毒去到豪宅起火，命懸一線。呢一班人當年炒樓、炒鋪、炒工廈，個個風生水起，表面風光無限，但係結果而家呢，一個燒炭，一個墮樓，一個吸毒到火警危殆。周沛然由公屋出身，短短幾年之間由地產翻身，建立起一個近100億嘅王國，結果公司財困，被申請破產。最終選擇燒炭離開。蕭偉堅嘅海絲餅店曾經開到接近50間分店，結果清盤破產收場。而佢本人70歲，仲係堅守最後嘅一個生產基地，最終喺追賊期間失足墮樓。而尹柏權喺湯場幫到去封王，結果喺半山豪宅一場大火，燒到自己危殆入深切治療部。呢3個人表面上係做唔同嘅行業，但係骨子裏玩嘅嘢都係一場嘅豪賭。賭嘅就係香港嘅磚頭只會永升不跌，槓桿係一直咁樣可以槓桿、槓桿再槓桿。喺市況低息嘅時候，我哋3個都係贏家。但係當加息來潮嘅時候，零售寒冬殺到嚟嘅時候，潮水退去嘅時候，曾經放大佢哋財富嘅嗰條槓桿就會反過嚟，去逼到佢哋好難唞氣。所以如果錢係嚟得太容易、太急、太多爭議，或許遲早有一日都可能會反噬自己。尹柏權嘅故事去到今時今日，仲未去到最後一頁，而我哋亦都唔知個結局會係點樣。但係成也性格，敗也性格。一個人最大嘅優點，去到某個臨界點，往往就會變成佢最大嘅死穴。
財富係可以好快累積，亦都係可以好快蒸發。當市場轉勢、債市上門、壓力爆煲嘅時候，佢去到嗰一刻先至會發現，原來自己根本冇真正擁有過啲乜嘢。唔知你又有啲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以上就係今條片嘅所有內容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嘅話，就麻煩大家幫手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啦。我係嘉里，我哋下條影片再見。